OK，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茄子塔。这个是茄子早上的时候先撒一点盐，然后把它用一个水把它压着，让它里面的茄子里面的水跑出来。现在这些茄子已经 OK， 这样子就 OK 了。我们现在来处理，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茄子塔，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跟上次一样，做那个 quiche 的时候一样，做一个塔皮，低筋的面粉、牛奶，然后奶油跟鸡蛋，这个做一个塔皮。然后剩下的我们做内馅，内馅有茄子，然后洋葱，然后这个是香肠，小细肠。香肠，然后这个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是那个酸酸甜甜，然后有那个酒的味道的一个炒的洋葱跟茄子 ，OK， 然后所以我们今天一样用2个 cheese， 一个 parmigiano， 然后一个是那个 mozzarella， 就这样子。现在我们来准备吧。茄子的水已经出来了，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有点咸，所以我们用水把它冲一下，然后把它洗一下。我们现在把这水压干。这个茄子我们尽量水不要，所以让它干一点。煸一下。现在啊，我们先来做皮的部分，所以我让它干一点，所以干一点，我先让它这个干净的布。先让它继续的吸水，放在这里，先放在这边 ，OK。我们现在来做那个塔皮，然后用那个低筋的面粉，然后我们过筛一下，我们用500公克，所以这个半包过筛一下。我们现在放那个2颗鸡蛋，然后糖。然后再放一点
这个比较难弄。OK， 这样子就好了。那这边我们先把这个搅拌。之后把菠萝放下去。这个啊，西点啊，西餐的点心啊，总是放很多的这个菠萝呢，鲜奶油，不太健康，所以不要常常去吃那个甜点，太多的奶油，因为它如果没有奶油就不好吃。现在奶油已经差不多都已经融化了，然后它这个面粉看起来像沙子一样哦，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加牛奶，让它变成一个像面团这样子。你帮我加牛奶，然后不要揉太多，慢慢加。OK， 好，先这样子。好了，这样子就好了。不要揉太多，热。OK， 现在要用那个擀面棍把它做成一张皮，可是太麻烦了，所以。现在准备材料，要把茄子先煎一煎，炸一炸，这个已经水又跑出来很多了。Fuma melanzana? Sì.茄子啊，我们把它煎一煎，然后有一点咖啡色这样子就对了。
这个香肠啊，香肠你在煎之前啊，你先把它戳洞，因为它有一个皮，你把它戳洞，你放进去它才不会爆炸。就比较大声，比较恐怖的感觉。我们把它煎的稍微有点香味出来就好了。现在我要来炒洋葱，可是我不要那么多的油，所以我把一些油先拿出来。已经有那个梅兰酱的，有那个茄子的味道，然后有那个香肠的味道，所以用这个来炒，洋葱。现在我们把洋葱下去炒，一样要稍微炒一下，要有点焦糖化的感觉。这个还很烫，这个我要切。这个等一下再切。我先切那个走对了。我们现在在准备材料，然后我们先把那个塔皮呀先烤一下，先烤个15分钟。这个塔皮从冰箱直接拿出来，然后直接放进去烤，刚刚开的。因为它其实在烤的时候，它会膨胀然后 swollen， 所以他们会压一个石头，他们会压那个小的那个豆啊、石头啊。可是我们稍微烤一下，所以就不放了。我们这个200度，我们先烤15分钟，然后再来放材料。除了洋葱之外的其他的材料先放进来。你帮我切吗？都切小丁，然后放进来。然后我来炒。切好的就全部放进来就好。
白胡椒。这什么？这个莱姆酒，莱姆酒。然后加一点白醋。酸酸甜甜的 ，OK， 这样子，它有那个 cream 的感觉，有没有？好像是一个洋葱酱，这样子就好了。熄火。这个洋葱炒好了，我们把它放进来。把它搅拌搅拌。那这个可以先试看看味道。哇，闻懂吗？甜的。是啊，它就是甜酸酸的。你再鸡蛋吗？是，打一颗一颗就好了。一个。打那么久，一个就好了吧？一个。是一个就好了。我来拌你。OK， 我们的内馅 OK 了。现在好了，我们把内馅放上去。我跟你说了是不是？200度40分钟就可以吃了。蛮漂亮的。Oh, guarda qui che spettacolo, spettacolo, 漂亮 Guarda che bello questo. Eh?
Bello. Poi abbiamo anche questa qua. Questa. È bello, bello, guarda che roba. Adesso operazione passaggio al piatto. Così. Eccolo. 下来了。 Ecco. Adesso con l'altro piatto, ulteriore operazione di giro. E là, ottimo, guarda che bello. Ok, 看一下皮， vediamo sotto com'è, guarda sotto. 不错，蛮漂亮的。 Lo taglio, 是， dai, così. Sarà buono anche. Facciamo una fettina così per me. Eccolo là. Eccolo qua. Siez, la melanzana. 茄子、洋葱 È ripieno, il formaggio, c'è tutto. Pianto. Salsiccia. Non resta che mangiare. Mangio. 等一下。 Buono. piace? Mamma da way down. melanzane parmigiano 有一点 È buono. Voilà. I tagli da way down. 还不错吧？ È buono sì. Bello.